星，九九万千明灯闪烁，一面欢呼，一面温馨，俄勒上帝心是温情，一月七夕。谢谢哈，谢谢咱同工安尼用心来帮咱找这首歌出来吼。这首我咧锻炼的时阵吼，足侪字有当时会假字咧，所以吼，咱先来用读的啦吼，咱来读一摆啦吼。第8首第1节吼，咱若甲唱好熟了后吼，就无啥物问题。因为咱对圣诗吼拢足好唱的，有当时迄是转音的一寡小问题尔吼。咱看圣诗第8首来，咱来看第1节，咱三甲来读吼。来对第1节，夜目观看，无限强冲，千万星星布满天空，河海交争，光明系统。宣扬上帝创造风光，日头出现，东升西落，彰显上帝权能创造，依法光辉，照遍宇宙，施展大能，统管万物。第2节。黄昏日落，月亮出现，光照大地，故事连连，无言无语，讲起由来。俄罗上帝圣洁光彩，伫伊周围无数光星，亲像万千明灯闪烁。一面欢呼，一面温馨。俄勒上帝信实温情，咱大家念足好诶。第3节，日月星辰无分节令，长期静谧，运转无停。虽然灯色。无出声音，遵照天律，发出光明。世间众人欢喜来听，强冲传出荣耀的声。伫光明中永远娱乐，全能上主伟大创造。咱请咱的同工吼 ，YouTube 搁甲。咱搁来练一届吼，唱一届咱较熟的。咱播放 YouTube 第8首。
紧吼，无咱竖琴，咱来迄个，有啊吼，咱三甲吼来串联今仔日的头一首歌。唱第二节。咱来练611首，第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咱来唱第一节。出忧伤真快乐，但是却学落饮食，我是平安真得意。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会着跳大欢喜。主唔通帮你，就的快乐，永远通的主快乐。哦，这条咱拢有较熟啊吼，啊，咱来串联第3首，圣诗391首。
上帝，阿罗三位一体，白行成心。好，咱即时安静咱们心，来今仔日的敬拜。是我这边的灯，我没有开哦。我这样才看得到。以色列啊，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你着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伊要为着你吩咐伊的使者，伫你一切的路保护你，伊要用手扶持你，免得你的脚踏着石。来吟俄罗的圣诗。圣诗第8首，夜幕观看穹苍无穷，请起立。
信息温情，日久切切莫问这里，等你情美温转无停，虽然等谁莫出下夜，悄悄地落我出更眠，这感情啊，我也来调，永永不住。创造天地万米，全能的主，阮欢喜围绕伫你的圣殿，用诗歌来学罗你，用虔诚信实的心敬拜你。我嘛要用主甲是阮的主祷文，安尼你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入息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传阮伊入地去，就救我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来用启应的方式来领受上帝的话。启应文12篇，诗篇40篇。启应文12篇，诗篇40篇。伫新圣诗后面1019页。我来启兄姐来应。着耐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迷中甲我牵起来。伊教我严心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多，这事甲礼物你无爱。你又开我的耳孔通听，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咱三甲额头来感谢祈祷，慈爱甲公义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一礼拜，因带领阮固定教会兄姐出入平安，伫工课甲生活当中，你赏赐教业的恩惠，愿为着生命中这一切，
真实的恩典，献上阮满满的感谢。主上帝，我嘛用谦卑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诚实面对阮的软弱。当阮拄着试炼艰难的时，常常伫心灵中离开主你的真理，有时亏欠身边疼阮的人，求主你赦免，求圣神帮助阮用悔改的心反省阮的信仰，更新阮的灵命，互阮对打了后有信心、有良善的生活。亲爱的主，我嘛要为着教会牧者中职同工来祈祷，感谢主的带领，你赏赐因伫教会的服侍有谦卑合一的心。不管是顶礼拜母亲节天使写卡片真大心的活动，也是后礼拜要去大溪教会的野外礼拜，主，我拢看到你赏赐因中职同工，当有真正用心来安排，关怀会友，伫主基督听的内面，彼此学习，彼此成长。阮献上阮的感谢。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阮欢喜伫一平总务长来到阮中间，讲道、请安、分享信息，也求主你的圣神甲玉山神学院同在，培养搁较侪的传道者来传承宣教的使命。下面的主日礼拜，阮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你亲身来引带，领受对天顶来的信息，互讲的、听的，拢得到你满满的祝福。愿咱的祈祷恳求，拢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听阮顶告，主听阮祈祷，困叫你听我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我困求的声。来听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到第11节。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到11节，我来共读。迄时，耶稣互圣神带到旷野，要受魔鬼试。已经禁食40日暝。后来就枵，试的活来，甲伊讲：你若是上帝的囝，就甲遮个石变做饼。若是伊应讲，有记载讲，人的话，毋若是瓦口饼，就是瓦口对上帝的喙所出朗总的话。魔鬼就带伊到圣城。互伊徛伫殿的马溜，甲伊讲：你若是上帝的囝，若家己掉落去，因为有记载讲，伊要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伊要用手扶你，免得你的骹踏着石。耶稣甲伊讲，阁有记载讲，无得试主。你的上帝，
魔鬼阁带伊上极悬的山，用天的万国甲因的阳光，互伊看，甲伊讲：你若拍落拜我，遮个我拢互你。耶稣就甲伊讲：撒旦退去，因为有记载讲，着拜主你的上帝，独独服侍伊若定。对安尼，魔鬼离开伊，有天使教来侍候伊。以上愿上帝祝福听叹伊的话，搁照安尼来行的人。赞美，献歌队赞美，主会听，极深极快。赞美煞，请狄总务长来讲道。今日讲道的题目是第一届。
咱大家做伙压头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阿罗你，你是真的，你是善的，你带阮自集安遮来做伙搁一届来敬拜服侍你。即时求你安静阮的心，拍开阮的心门，互阮讲的、听的，拢有你满满的祝福。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真正欢喜来到教会，特别是代表着玉山神学院。玉山神学院遐侪年来，恁大家对阮长期的奉献、支持甲带导，特别是今年，阮要庆祝80周年的时间，遐久长的时间，恁大家对阮的照顾，特别代表着学校，安遮对大家说多谢。我进入到玉山神学院，嘛是算起来经过12年啊。这12年内底，时常因为我本身职务的关系，所以时常有人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讲你的工课内底是毋是时常会拄着试探咧？是时常会拄着应由咧？我时常拢笑笑甲伊讲，可能我拄着的试探，毋是恁想到的迄款利益的试探，较常我拄着的试探是叫做意识形态的试探。啥物叫做意识形态的试探咧？时常咱拢敢若心内底想着一个原则，想的一个思考，咱无想要去听着其他别个人的意见。原住民、长老教会，或者是神学院，介济的限制，就亲像可能咱的教会内底，时常咱嘛有想着讲，咱教会内底嘛有即款意识形态的试探。这几个礼拜进前，我有机会去到一个深山，真的是足深山哪来的一个原住民的教会，去遐做分享。我嘛是同款用耶稣受试探的一篇来去甲因分享。完了后，伊一个少年的牧师就走来我的边仔讲：总务长，我对即个意识形态的试探特别感受足深的。我问伊讲为虾米咧？伊甲我讲，因为因进前按迄间教会退休的牧师，带着10几个家庭，差不多要几百个信徒，去到因教会的边仔，搁起一间礼拜堂。为着的是啥？因为旧的退休的牧师，甲即马现任的主任牧师，两个对敬拜的方式意见无共，都为着敬拜的方式意见无共，都爱拆开两间教会，拄好两间教会拢要建堂，两间教会的人数嘛变做一人一半的情形下，两间教会要建堂，毋知要安怎才好。即个少年的牧师，伫问我讲要安怎才好？我甲伊讲，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毋过只有祈祷，因为就亲像咱的教会平常生活中意识形态的试探，嘛时常伫发生。所以今日有缘共款，我要借着耶稣受试探的即个故事，互咱搁有一解来去思考着，是毋是咱即马嘛伫经历着人生，或者是社会，甚至着教会中间，伫拄着魔鬼对咱的试探呢？咱先来看什么是试探。咱今日读的圣经的第一节是讲，当时耶稣去互圣灵的引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按即句话内底，真正简单就会使了解到，试探即届耶稣受魔鬼的试探是对倒位来？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上帝
派着圣灵，带着耶稣去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即场的试探是上帝而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顶一章的上尾一节，咱有机会看到圣经顶一章的上尾一节，是天顶有声音出来讲：这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都因为上帝已经宣扬出来，甲世间的人讲，这个是我所疼的人，所以我爱，是我所爱。不过，这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就是我甲大家人讲，这个囡仔是我所疼，我所意爱。后一秒，也爱甲人讲，爱甲这个囡仔讲，你证明互我看，你证明互我看，为什么我会疼你了？咱伫想即个情形时阵，其实嘛毋是遐歹去了解即件代志，因为咱其实时常嘛发生共款的代志。时常咱会讲，你敢知影阮的后生偌老弹钢琴，偌敖唱歌咧？按大家正兄弟姊妹面前，后一秒咱会讲啥？叫伊唱一条歌互咱听听咧。意思是共款的，所以。按遮，咱会使了解到，其实因为咱满满的疼，上帝满满疼即个后生，即个耶稣，所以希望耶稣会使按魔鬼进前，而且是按伊行十字路的进前来去证明着，有即个材料会使继续行这十字路的一条艰苦的路。所以试探是对倒位来的？试探是对魔鬼来，按照我特别除了试探，我一定爱提起另外一字，叫做试炼。试探甲试炼，其实按英文内底两个是拢用同款一字。咱若会晓念主导文。特别是英文版的，咱拢知影试探甲试炼，其实拢是用同一字英文叫 temptation。毋过按咱中文内底，甲伊分做足清楚的，试探是啥？试探是负面的，是对魔鬼来，所以对魔鬼来的，咱叫做试探，伊是互人绊倒，而且是离开真理的。若是试炼的，试炼是正面的，是对上帝而来的。伊是信心的考验，而且是成就，会互咱真做，会互咱会使成就的。所以试探甲试炼中文内底是无共的，而且我相信大家伫读圣经，特别是按新约后壁雅各书、希伯来书时阵，时常咱若读到英文同款字，毋过爱看伊的意思是试探，或者是试炼。按遮试探。时常拢会带来互咱一时的快乐，毋过可能以后会产生足大的痛苦。试炼呢，会互咱一开始真正痛苦，遭受到足侪的患难，毋过以后会享受到上帝来上大的祝福。咱知影试探是啥？以后咱来看试探。有啥物款的试探？咱对第一个试探来讲，第一个试探是魔鬼爱耶稣甲石头变做食物，因为耶稣按旷野40日禁食祈祷巴肚枵啊，所以魔鬼第一个试探就是对伊巴肚枵来甲伊试探讲：你若是上帝的囝，伊就甲石头变做食物。按遮。石头变做食物，咱人枵、喙、焦要啉，枵要食物件，寒要穿衫，这是咱生存的需要。这是对外口进入到咱身躯顶悬的试探，所以我按遮称作这是物质需要的试探。所以对代表说，对外口进入到咱身躯的需要的试探，这叫第一个试探。我甲伊称作物质需要的试探。
第二个试探呢？第二个试探是魔鬼讲：你若是上帝的后生，你按上悬的所在跳落去，看有天使会使甲你救无？按即个试探，第一个是要考验着上帝的主权。有天使出来，无天使出来，这是上帝决定的，伊是毋是咱人，或者是魔鬼会使决定的。所以按遮，伊要第一个挑战的是上帝的主权。第二个要考验耶稣的是耶稣的信心。只要耶稣对上帝的后生有一点仔犹豫，耶稣可能就想要去试探看卖，去试验看卖，看上帝会甲伊救啊，要甲伊救。信心是啥？信心其实是心内底的一个活动，心内底的需要，嘛是一个精神的力量。所以第二个试探，我甲伊称作心内底需要的试探。第一个试探是对外口进入到身躯，第二个试探是对咱心内底发出到咱身躯顶悬。所以第一个试探甲第二个试探有一个外甲内的差别。按遮，我要带出另外一个特别的物件，叫做偶像。当咱物质的需要，甲咱心内底的需要，即个需要的物件，压过对上帝的需要时阵，迄个物件，咱都会使称作偶像。按咱的10届的第2届，叫做毋通家己雕刻偶像。即个偶像是按有形的，按天顶的、地上的，也是海内底。即个偶像咱袂使雕刻出来，而且这是有形的。无形的咧，对咱心内底因为需要来内底心内底想出来，甲咱心内底放在上悬的所在，若毋是上帝的时阵，迄个物件咱就甲伊称作偶像。偶像时常拢要代替上帝。要成做咱人上惊的物件，上想要证明的物件，嘛是上要挖靠的物件。所以偶像其实世界万物拢会使成做偶像，而且嘛捌成做偶像。特别是咱上喜意的物件，上有可能成做偶像。为什么要讲到偶像呢？就是因为要紧，我看真好啊。为什么要讲到偶像呢？因为每一届的试探的背后，拢藏着一个偶像。每一个试探的背后，拢藏着一个偶像。咱长老教会的创始者、神学家 John Calvin， 伊捌讲过，人的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咱会使创造无穷无尽的偶像，为着要来满足咱家己的需要。所以每一届的试探的背后，伊拢有藏着一个偶像。咱来看几个例，咱来看第一个是金钱甲奇财的试探。咱逐个人特别伫基督会时阵，师会有伫讲股票超过4万点，咱逐个人拢想要成做迄个股神。菲巴特同款，咱投资啥物会使一夜致富，这是一个金钱顶悬的试探。咱嘛知影爱拍拼、工课、拍拼趁钱，这拢无毋对。毋过金钱的试探，是你若想要用无正当的方法去趁钱时阵，这才是上大的试探。这个试探的背后，其实迄个偶像是啥？迄个偶像是其实你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人生无安全感啦，
为什么无安全感？对你的生存顶悬的保障，你毋是倚靠上帝来互你安全，你是必须要倚靠金钱来互你的生存有保障啦。除了金钱之外，第二个是民主的试探。这个时代可能较无，伫较进前时阵，咱台湾人按食饭以后，特别要安那，大家拢抢要付钱，对毋对？要付钱，毋过真诶摕钱出来，拢永远是迄一两个。毋过大家要抢，讲要付钱诶人足侪，为虾米？为着民主啦。啊，民主诶问题是啥咧？因为惊互人看袂起。这是表面顶悬的试探，因为足惊互人看袂起，惊民主挂袂牢。毋过背后的偶像是啥？背后的偶像是因为你足惊别人无甲你认同，你毋是伊的朋友。因为你的定义、你的认同感、你的人生定义，是因为你有付钱无付钱，互别个人去定义安尼，毋是应该是上帝来定义你是虾米款的人。所以民主的试探的后壁，迄个偶像是其实是对咱是安那去认同。搁过来，搁一个例，赶紧互伊一段时间。搁过来，咱来讲成功的试探。成功的试探，咱时常会讲，咱运动员要为着成功摕到第一名，因会使经过真长的时间，足拍拼、足训练，要为着摕到上好的成绩。毋过有的人为着要摕到迄个成功，因不择手段。为着要摕到迄个成功，当伊摕到不择手段的成功的原因是安那？因为伊感觉伊的存在是用成功来定义的，伊的存在毋是上帝甲伊定义的，是用伊的成功有摕到第一名，也无摕到第一名来定义的。其实这拢毋是上帝教伊咱要安尼做的。其实这内底嘛是拢有魔鬼的试探在内底。上落尾，咱来看爱情、情感的试探。咱看较济，咱看会到足济连续剧啦，即马足有名的，介济所有的咱电视剧顶悬，你爱来爱去，爱甲性命拢无的时阵，迄个内底的试探真大的。其实后壁的偶像是。因为毋知影啥物是爱，毋知影啥物是关心，毋知影上帝爱咱赢过爱一切的物件，所以所有的试探的背后，其实拢藏着一个偶像，只不过咱毋知影尔。为什么会讲到偶像呢？因为第三个试探，耶稣受到魔鬼的试探。魔鬼甲耶稣讲：“你若跪拜我，我甲万国的荣华拢总来赏赐互你。万国的荣华都是偶像，所以第三个试探其实是上帝甲偶像中间的选择。讲到这，你大家都会使了解，偶像其实都是假的上帝，假的上帝。甲真的上帝中间的选择，每一个试探拢是真的上帝甲假的上帝中间的选择。所以今日我的题目第一届，咱10届第一届是啥？除了我以外，毋通有别个上帝。今日。你若是有试探成功，你就是选择假的上帝。你若选择假的上帝，是毋是就是触犯到第一戒咧？因为你选择假的上帝，特别上帝就讲，除了真的上帝以外，袂使选择别个上帝啊！你哪会阁去选迄个假的上帝咧？马丁路德就安尼特别讲，
你犯其他的罪进前，一定拢犯第一个戒，就是因为这个道理。第二戒，要调控五常，有形无形的五常，按遮就清楚了解。你若是就试探接受着魔鬼，互你的试探成功以后，你后壁会藏着迄个五常，是你要敬拜的时阵，迄当阵你毋只犯了第一戒，而且你嘛犯了第二戒，所以试探的背后，拢藏着一个五常。咱搁转来看者耶稣受试探的这规个代志时阵，为虾米耶稣要受试探呢？是因为一开始我就讲，为虾米会有即场试探？是谁人安排的？是上帝安排的。啊，为虾米魔鬼会试探耶稣？这三个试探的，就是因为上顶悬迄章的上尾一节，因为上帝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我所欢喜的。魔鬼因为即句话，三个试探拢是试探耶稣，因为你是上帝的囝，你甲石头变食面；你是上帝的囝，你就按顶悬跳落来。你上帝要互你的，其实我嘛拢会使互你万国甲万国的荣华，只要你跪我，拢是因为身份的认同。魔鬼要试探耶稣，是为着要试探耶稣伊的身份，要确定耶稣是毋是上帝的囝。所以当咱拄着试探之阵，咱要安怎来去对付咧？按今日的圣经内底，咱会使看到耶稣安怎对付着魔鬼的试探，咱嘛会使按中来去学习着耶稣来对抗魔鬼的试探。就是用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圣经记载的一切话来去对付着魔鬼的试探。就讲第一个试探，魔鬼也是耶稣甲石头变做食面。耶稣的回答是出自《申命记》第8章第30讲，人活着，毋是单单靠食面，咱是靠着耶和华嘴内底所讲一切的话。魔鬼听到耶稣用圣经的话伫回应伊时阵，魔鬼就讲：你若要用圣经的话来回应我，我就用圣经的话来搁甲你试探。所以魔鬼就用诗篇91篇11节到12节，安尼来试探着耶稣讲：圣经安尼讲啊，上帝会命令伊的使者啊，你叫行一切路顶悬，甲你保护你，嘛要扶持你。免得你的脚踏着石头。耶稣安那回有缘用圣经上帝的话来回应你，记载伫《申命记》第6章第16节，安尼讲，你毋通试探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魔鬼上落尾用万国甲万国的荣华，要去试探耶稣，只要耶稣愿意跪拜伊。耶稣有缘用上帝的话记载伫《申命记》第6章第13节，安尼回应着魔鬼讲：你爱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独独服侍伊。上帝的话就是圣经记载一切话是有功效的，是有力的，是有气力的，是有权柄的。伊会使运行按咱平常生活的中间，伫咱艰苦艰难的时阵，上帝的话毋只互咱安慰，而且嘛会使陪伴咱度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当咱快乐的时阵，上帝的话会使诚做，会使互咱得到满足。咱当魔鬼互咱试探时阵，上帝的话会使当作上好的武器。所以希伯来书第4章第12节安尼讲，因为上帝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双面的剑较利，见若魂甲神、骨节甲骨髓，无有刺入破开，心内逐个念头甲主意也嘛无检察。这段圣经我练习足久的，真正歹读，
咱大家来念一解看卖好无？看我是咱大家爱看偌久才会使，甲即段念甲清楚，好无？咱做伙来念一解，好无？吼！因为上帝都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的剑较利。凡魂甲神、骨节甲骨髓，无毋切入破开，心内逐个念头甲滋味，也嘛无检查。恁比我较厉害。上帝的话，就亲像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咱上好一世人，拢莫拄着试探，就亲像主祷文内底讲，毋通互咱入伫试。毋过试探时常围绕伫咱身躯边，咱只有倚靠上帝的话，咱才会使来去对抗着魔鬼的试探。阮玉山城院有一片土地，伊叫做五甲地。这五甲地其实是五甲的私有地，甲三甲的公有地。当初时是按花莲县的前县长叫做柯丁选，伊的某所有的，伊要死进前，甲这片五甲地过互伊的四个兄弟。这四个兄弟的老爸就是按花莲真有名的一位牧师，伊叫做李水车牧师，伊是前花莲港教会的牧师，伊嘛是甲福音传入去原住民内底的一位牧师，所以伊甲阮学校有一款的结连，所以当五甲地要卖的时阵，随时有教会人随时来甲学校讲，希望学校因为恁会看到头顶原五甲地，就按阮玉山城院的边仔，希望玉山城院会使甲伊买起来。迄当阵有两个团体对这五甲地真诶有兴趣，第一个是一群人，因想要按遐起一间庙，因讲遐有人算出来是风水宝地，所以按遐起一间庙实在是真好。另外有一群人咧。另外有一个香港的财团，伊想要按遐起一个游乐园，而且起一个缆车，所以伊开始画价，画到差不多要1000万啊。当玉山城伊知影因要卖的时阵，随时派出代表来去接触，毋过迄1000万按迄当阵是无办法负担的，所以毋管安那交涉，一直到落尾传出来。是迄群人要起庙的人出的钱上济，嘛准备要买落来。所以议长当初时的议长甲董事会的代表吉啊，就派代表一起做伙去到四个兄弟的厝，希望做最后的交涉，嘛希望借着教会的关系，希望会使甲这个国家地买起来。毋过安那讲，实在是甲理想的身躯有的钱，甲正开出来是差真济。一直到讲到喙烂拢无啊，嘛是无办法的情形下骹，当初时的议长讲出一句话，互伊一世人拢总懊恼、无奈、甲后悔的一句话。毋是伊的本意，毋过已经讲到落尾，毋知要安怎时阵，迄当阵议长讲出讲，恁若是甲即片土地袂互人去起庙，上帝袂祝福你的全家。为着即句话，迄当阵的议长嘛付出后壁的代价，嘛是因为即句话，议长一世人拢伫懊恼，因为讲着即句咒诅的话。毋过嘛是因为即句话，这四个兄弟，搁一摆深深去思考着伊的信仰，所以因决定甲议长甲董事的代表讲，若无安尼好啊，恁互阮一人100万，总共400万，阮就甲这5甲地卖互你。
安尼玉山城医买着5架地啊。当玉山城医买着这5架地，开始灌溉甲交接的时阵，发觉着边仔阁有3架左右的公有地是无人登记的，所以希望甲这3架地嘛做伙摕起来。毋过当初时，除了这5架地，身躯玉山城医用先有一个基金400万去买这土地，然后除了土地的钱之外呢，阁有一个叫做土地增值税，嘛无俗，所以伊想尽一切办法要甲这土地增值税看会使较低无，就想着讲，迄当阵政府有一个规定，讲你若是自耕农身份购买私人土地，安尼就不征收土地增值税。所以董事会伫开会时阵，就开始问讲，啥人是自耕农无？就会问到董事长，迄当阵是凤山教会的牧师，叫做萧基典萧牧师，伊拄好是自耕农身份，阁是董事长，安尼无条件，请萧牧师甲这5架地先买起来，以后转互玉山城医就好。这公有地呢，阁有一个规定。除了这私有地5架地之外，这3架地呢，阁有一个规定，你必须爱按典管有耕作的事实，你才会使去承租这3架地。董事会决定要安怎买这5架地以外，然后佮还讨论3架地要种啥，种啥上紧嘞？槟榔，就是种槟榔。果然无着半年之内，槟榔就起大丛啊！玉山城医嘛安尼顺利，用400万买了5架地，加上这3架地的公有地，甲伊承租起来。这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对毋对？毋过谁知影带来一场足大的灾难。什么灾难呢？当初是台湾的社会。足侪抗议，到处拢有抗议，所以有心有私心的一位老师，甲家属，阁介侪规个有无意见无共的人，因煽动学生来抗议学校。因抗议啥物咧？因抗议啥物？因抗议学校院长用学校的钱去买私人的土地，即句话有毋对无？其实讲起来无毋对，对毋对？人讲诈骗集团上厉害，就是9分真的1分假，是毋是？院长用学校的钱去买私人的土地，因为迄当阵土地登记按啥人身躯顶悬？董事长顶悬。而且第二个讲，学校按公有地顶悬种植残害原住民的槟榔，学生集体静坐抗议拉白布条，坐在图书馆头前不爱上课，唔管学校安怎解说，信者恒信，不信者不信。院长气甲心脏病、甲高血压拢起来，而且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然后根本发袂出声音。伊有缘交代董事会，按董事会暂停伊所有的职务，希望董事会会再派代表来调查所有的代志。所以董事会代表出来时阵，解说所有一切，而且甲文件拢总摕出来了后。大部分的学生拢转去继续读册、上课，毋过阁有一部分的学生继续坐在图书馆头前，不爱相信学校所讲的，不爱相信董事所讲的。所以董事的代表去着啊，开会决定要惩罚这所有抗议的学生，特别是迄3个带头的学生，要甲因开除。
而且爱院长随时恢复职务，甲学校的生活恢复正常。当初时，所有学生爱院长发表一个声明，去甲所有的原住民来说道歉，因为无应该对原住民种槟榔即款代志来做。毋过即届院长共款发表一个声明，声明内底有3点。第一点，伊讲学生是无辜的，袂使有任何的惩罚，而且所有一切种种一笔勾销。第二个声明是讲，这件代志对教会影响真大，不容许它再发生。第三个就是讲，学校一定开放沟通的管道，学生有意见可以直接跟学校反映。这3点的声明，董事会对第2点跟第3点拢无意见，独独对第1点足有意见的。伊讲，即款学生毋管我安怎讲，伊拢毋相信。这上好是开除，下摆要安怎做牧师咧？毋过院长坚持的下骹，足坚持的，一直到落尾，董事会勉强接受。毋过这代志要安怎结束？恁敢知影？因为随着迄当阵有一件全台湾的代志发生啊，迄个代志叫做3月学运，就是叫做野百合学运发生，全国大专院校停班停课。所有学生拢到台北来抗议，对不对？我玉山学院也没有缺席，所有学生拢到台北去抗议，来到咱台北抗议，所以这件代志渐渐都无人阁提起，五架地的代志嘛拢别记入去啊。当这所有学生转来继续上课，因嘛大家学生拢顺利毕业。而且，这所有抗议的学生，嘛以后拢成做真好的牧师。因按因的部落，或者是因徛起的所在，拢做真侪真好的工。特别是迄3个带头的学生，其中一个到咱总会，咱长老教会总会去做干事，嘛做足侪足好的代志。另外2个咧，转到阮玉山实行院做老师。这2个老师其中一个，希嘛有可能成做阮后一任的院长。时间过了真紧，当这所有的代志拢已经结束时阵，香港迄个财团知影阮甲这土地买起来，所以透过所有的关系，希望甲这片土地嘛阁买去。因一开始开价偌济，你敢知？1亿无毋对，1600万。阮当初时间买400万，伊一开就1600万，而且伊阁放出消息讲，只要任何人会使替伊完成即个交易，互因会使买到即个土地，要互因200万的 commission。随时当场就互院长拒绝。毋过今日一时，咱阁来想看卖。可能迄当阵若家卖掉，嘛毋是无好啦。时间变化实在真紧，遐侪年来啊，已经无人阁记伫即段代志，嘛无人阁想要讲起即段的故事。当我开始伫翻即篇所有的议事录的时阵，发觉到，敢若这3点的声明，继续记录在董事会的议录内底，剩的附件啦、文件啦、个人员名单啦，所有拢无去啊。如今5架地正满是牛樟甲萧南。为什么我今日阁要提起即件代志呢？因为除了我要纪念着我2年前过身我的老爸，伊就是当初是迄个院长啦。而且我要甲大家人分享的，就是人实在是真正会软者，为着什么意识形态的试探，为着什么人的私心，什么拢会使改变，
好的物件会再诚做歹的物件，歹的物件嘛无的确会诚做是好的，咱拢毋知影结果是安怎。院长的坚持，老师的私心，学生的单纯，甲时代的变迁，其实啥物拢无留落来啦，啥物拢无人会记哩啦。唯一留落来是这岳山神学院今年要庆祝80周年。这件故事是发生伫咱岳山神学院45周年的时阵，这是35年来，啥物拢无留落来。唯一留落来的是啥？上帝对岳山神学院的恩典。啥物恩典呢？是每一年看到毕业的学生，因愿意转到因的部落，转到因所徛起的所在，为着上帝福音继续来拍拼，继续来拍拼。不管岳山神学院会遭受到偌济的试探，偌济的困难，偌济的欠缺。虽然阮经费欠缺，阮学生欠缺，阮老师欠缺，啥物拢欠缺情形的下，毋过阮犹原存在80年，这就是阮岳山神学院存在的目的。所以人活着，毋是单单靠着食物，靠着土地，嘛毋是靠着人的私心。嘛，毋是靠着人的权势甲成功，靠着的其实是上帝所讲的一切的话啊。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你可能即马嘛当伫旷野内底经历着金钱、财富、成功、权力、权势，或者是爱情的试探。按圣经讲，只要上帝愿意，咱就会使活着。做一个，做迄个，因为咱借着迄赐予咱快乐的，咱啥物拢会使做。这个美好的时代，咱为着咱的生活拍拼，拢无毋对。毋过试探时常围绕伫咱的身躯边，咱要安怎咧？只有单单靠着上帝的话，甲咱的金钱，甲咱的成功，甲咱的爱情，甚至甲咱的权势，成做转变，成做上帝会使用的器具，甲试探，甲伊转变做上帝对咱的试炼，安尼咱才会使按这生活中得到上帝上大的祝福。咱大家做伙压头来祈祷。主啊，求你互阮毋通入入去，就求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阮知阮是软食的，单单就为着靠着你，互阮的快乐，互我因为靠着你所讲的一切的话，阮才有这能力去对抗着魔鬼的试探。主啊，互恁求你互阮，按阮生活当中有你的话运行伫阮每一天所行所做的一切的代志中间，有你互阮，赐予阮的快乐，来赢过一切魔鬼的试探。我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多谢伫总务长的正道甲分享实在互人真感动。嘛，望兄弟为着玉山实学院今年80周年佮所有的事工来代祷奉献。咱用新的界面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你着尽心尽意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
你着疼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所法所立的总分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相疼，恁就阮捌疼恁，恁就安尼相疼。恁若相疼，众人要知，安尼你是我的学生。来吟回应的圣诗611首。地主的人有幸福，请起立。地主的人有幸福，那最优秀真快乐。期待当作好事，我心是在最第一。为着快乐，地主的人快乐，做的快乐无通比，心里跳跳大欢喜，见了做唔通把你。就为快乐，永远谈着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卡呀那样土地快乐。对主的爱暖我心，出要今日开声音。为着快乐，地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里跳跳大欢喜，见着主就望无你，上快乐，全然得着主快乐。地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行黑暗山谷，那地主耶稣教我，为着主甲咱带路，为着快乐，地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跳跳大欢喜，见了主唔通别离，就着快乐，情愿将得主快乐。请坐。这是来奉献。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请大家兄姐为着玉山神学院所有的事工，甲今年80周年咱来为着因来代祷奉献。
做伙来祈祷。感谢主，今仔日予阮搁一届组织，伫你的圣殿中做伙来敬拜你。求主，你听阮的祈祷。当阮拄着生命，阮伫重大的时，我嘛知影我还阁会拄着生命的损失甲消失。当我有真侪悲伤甲痛苦的时，我嘛知影阮会临到快乐甲幸运的代志。当阮行行软弱的时，我嘛会有勇气甲乐观，搁战一届。当我听到不公不义的代志的时，我嘛会当有清楚的头脑，会当明白是非甲黑白。当阮孤单寂寞的时，我嘛知影，阮有上帝永远伫遐在等阮。今日阮要再搁一届献上一点仔的金钱，感谢主，你会当使用伫教会所有的事工，会当做搁较济有帮助、有意义的代志。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的新朋友？要介绍吗？好，等一下，一起这个交流一下。好，咱这时来行平安礼，咱会当唱平安礼歌了，咱互相来致意，真久无看到，一礼拜无看到，来。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伫你内面有主的应用，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好，大家起身会当甲。真的是，今天才知道，谢谢你的分享，很感动，可以跟。咱搁唱一遍来。我来听你，因为在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为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好，伫报告的台先，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吼，今仔金句，咱台语一遍，华语一遍，来。伊予伊谦卑，予伊骄傲，用你所毋捌的列祖，也毋捌的玛纳养饲你，予你知，人毋是单单看，人是挖靠耶和华嘴所讲一切话来话。申命记第8章第3节，好，华语。他磨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的主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简单食物，乃是靠那耶和华口中说一切话。生命记第8章第3节。好，我来报告。消息报告，第一项，今仔日是
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感谢玉山神学院朱明总务长来到咱的中间来讲道请安甲报告请兄姐为着玉山神学院的事工来关心、来代祷甲奉献本会柯牧师前往九份教会来主理咱感谢朱总务长。咱迄款的团契吼，应该捌去过玉山神学院啦吼，嘛捌去过寿丰教会无？大家各会记哩无？其实伫花莲今日早起我甲总务长伫遐抬讲的是伫花莲寿丰教会是真正主大纪念的教会就是老慈牧师啦慈汉鸾牧师甲一个因查某囝，就是总务长的小妹慈怡凡牧师对怡凡牧师在那边有很多的这个从客服啦，从最后这个受封这个教会寿丰教会真做东部一个真互人感动真互人知影主伫做工的一个教会今日感谢慈一平总务长来遮分享咱东部的一寡信息第二项今日下晡1点半要来召开中集会，请所有的中集同工毕拜新来参加。第三项，咱母亲节的款的翕相的款的活动咱即马就是到5月底为止这咱会甲大家相片来放在布置伫款的教会的墙面遐请大家会当透过咱同工来翕相来怀念咱的母亲个纪念，是讲甲咱母亲做伙来翕相这是真水的一个事工好今年去年2025的全年度的奉献证明已经拢放在大家奉献柜内底请大家去摕若有问题请甲财务组甲绿建干事来联络。团契的消息青年团契、双年团契、双年大学这请大家来家己参考家己来看。教界的消息咱顶一回刘炳新牧师要来遮讲道伊已经真欢喜伊要诚做中仑教会的牧师请大家为着老牧师来关心来代祷。好礼拜资讯组的消息咱后礼拜是咱的耶和华礼拜耶和华礼拜要款的去丹溪教会啦大家知影丹溪教会有偌久1920年到现在啦1920年丹溪教会丹溪教会的女牧师伊的阿伯就是咱高联教会上早的长老吕伯荣长老所以呢女牧师呢会来伊会来介绍丹溪教会因伫释教100年的时阵因的建堂即马所有的建筑伊会来介绍来导览这是真好一个要来讲就是讲一个对这个有
真正有历史的教会，咱会开去认捌，历史的教会。因为咱咧报名的人数就是讲游览车2台已经坐袂落啊，所以呢，按决定要有第3台，嘛望讲到今仔为止，会当你的朋友搁所有要去做耶和华礼拜的人搁来相招来相招，所以今仔日嘛使搁会使报名搁会使报名，请大家踊跃来报名。报名费用每一个人是200块，200块其他拢是教会来补助，6岁以下的免费费用请交予妇孺执事甲玉珍执事耶和华礼拜请大家踊跃来参加。古典教会设教已经68年所以咱6月21号咱6月21号咱有一个特别的礼拜，这叫做恩典恩典刻痕爱的回流。所以呢，我们邀请咱咧邀请以前来古典有捌来过古典教会聚会的老古典过到转来咱教会做伙来庆祝做伙来庆祝。好教育装备组迄款呢对圣诗的描写请大家参考。关怀事务组对所有的关怀嘛请大家来看好，以上报告。下面是公道的时间，咱三甲鸭头来为着侪项的代志来祈祷，咱三甲鸭头来祈祷。慈悲听痛的主，阮将下面的祈祷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你压耳头听阮的祈祷。阮特别为着教会身体欠安、心情无平安、受着病痛折磨、行动不便，无法度来到教会兄弟来祈祷。求主你的大权能。你的手亲身来医治，来减少因的痛苦，互因的身躯渐渐来恢复。恳求主你的圣神，嘛来安慰心情无平安的兄弟，扶持因忧伤的心灵。我嘛要为着看顾长期病痛的人，因的家人、甲看顾者来祈祷，求主赏赐因有气力甲平安。亲爱的主，你予阮徛起伫台湾一个美丽的都市，阮享受民主、自由、有人权的生活。面对国内国外有真侪挑战，不管是立法院的乱象、社会对立，也是国际因为战争带来能源的危机，阮拢实在真艰苦。这拢会影响到台湾社会继续的发展，但社会稳定。求主你赏赐即种的有智慧来面对各项的挑战。
阮知主你真正爱台湾，不管阮伫顺境，也是伫艰难的时，拢得到主你的保守。阮要永远倚靠你，仰望主你赏赐福气，予台湾人民。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来吟上行的圣诗391首，请起立。领受对天顶来的祝福，恁着信靠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耶和华，正做你力量的源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甲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二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默祷，咱请音乐结束了后，才起身。好，请大家搁等下吼。咱有摕到即张吼，今仔日吼，就是讲咱有2026年御神之夜吼。今仔日吼，伫北部是伫和平教会暗时7点吼，请大家兄弟踊跃来参加咱的御神之夜吼。好，今仔日咱的主日礼拜到这，多谢大家。